观众朋友，午早，欢迎收看11月2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苏皮。新闻头起先来关心疫情。新北早办理金山石门马拉松的马拉松，今日早起6点半起过。不过，昨有一个对庆亚要来参加比赛选手，伫咧自主健康管理期间验出阳性确诊。指挥中心指出，这个个案因过伫咧庆亚就捌确诊过，目前11个相关接触者拢当咧居家隔离。伫北海岸山海风景正水，新北市万金钟马拉松每年拢吸引真侪来自国外的选手参加比赛。今年受疫情影响，延到礼拜伫咧万里的翡翠湾举办。无想讲拜六汉，团讲有一位肯亚籍的选手 PCR 核酸检测结果是阳性 ，CT 值32，随送到病院隔离治疗。指挥中心核准的国际精英选手来台专案，国外的选手分做2批，伫10月29、30入境。因我规定，伫入境了后14天隔离检疫，7天自主健康管理，每7天就要做一遍 PCR 核酸检测。这位肯亚籍的选手入境检疫期满了后，伫自主健康管理期间检验阳性确诊，也考虑相关接触者国外11位精英选手做居家隔离。指挥中心讲，这位个案也捌伫咧因的国家确诊。中华民国电竞协会讲，这位肯亚籍的选手伫咧自主健康管理期间，除了户外练习以外，无其他活动。新北市环保局也伫咧拜六暗对选手连走的路线加强消毒，因为12位国外选手无法度比赛，也影响这届名次。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日已是各地侪云到好天，敢若东北部有个所在雨会一阵一阵，咱做回来看云图。今日西半部真好天，日时会真烧热，不过早暗会淡薄仔较凉冷，温度起起落落会差真济。亲像今日透早上低温是伫咧新竹的关西，敢若16度6，不过到中昼的时阵就会有30度。明仔载锋面通过，冷空气到地了后，上热嘛敢若20度。要若是落雨的情形，明仔载北部、东部会落雨，愈晚就会愈湿冷。明暗到拜2的透早，敢若12度；拜3、拜4，新竹苗栗迄边可能敢若降到11度。另外，明暗到拜2，水汽若是有够3500公尺以上的关哨，就有机会落雪。捷运三英线的宽纵工程昨发生公安意外，昨下晡咧管安文图奖的时阵，帮无煞熊熊逼开，有5个工人对3楼摔落来，4个人直接重摔伫咧涂骹。警消赶到现场抢救，也是有3个人救无转来。新北市长侯友宜已经下令停工，调查事故的原因。救护人员真小心加担架对将军三层楼管的平台放到涂骹，准备甲患者送往病院急救。原本正做徛着的平台，对后断做一半。20下晡1点，位在新北市三峡嘉福路嘉兴路口，捷运三英线高架桥墩的灌救工程强行发生倒来事故，造成施工人员对三层楼15公尺悬的硬架摔落来。我在那个旁边那个点，他蹦就掉下来了。对，所以你立刻就抓住钢筋，是不是往上爬？对，钢筋了，我抓钢筋拿上去。施工人员的手拢被割破，想到当时事发状况，医院感觉真恐怖。当时平台顶面11个工人正在进行桥墩的灌浆施工，帮无就是逼开，5个工人对三层楼悬的工作所在摔落来，有4个人直接摔落去涂骹，一个工人落入去硬架内底。警消接报了后，6分钟到场救援，总计有2个人受伤，3个人死亡，死者包含1名泰国籍移工。一定是就支撑有问题吧？支撑吗？对，因为它另外一边已经灌好了。工地负责人指出，桥墩的工程持续进行，必须经过结果计算，才获得动工。只是原本已经完成其中一边的灌浆的工程，另外一边的帮模却是在灌浆内底来拔开，受工程的缺失也有待调查。已经送到医院的受伤者，我们要积极的抢救。至于往生的，我们要从优来给予系跟照顾。对公安事件的发生，我们绝对用严正处理的方式去面对。捷运三名宽纵线工程造成3死2伤的公安意外，侯友宜先下令停工，也启动调查事故原因，表示公安袂使有疏忽，爱检视了后这个淡复工，并且追究相关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今日的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做回来看。头先是自由时报。
第二届台美经济欢迎会判对话，伫咧台湾时间11月23日网络举行，由经济部长王美花甲科技部长吴正中代表。美国迄边由主管经济事务美国国务次卿费南德兹代表。接落来是联合报，专连甲2间连锁药妆店的顶日是收到恐吓批。台南警方调就穿的监视器比对，抓到涉案姓黄的查甫人，用恐吓处在未遂罪，刑罚禁见。上尾是中国时报，海巡署头一只100吨级的顺风艇10087，提早2个月完工。当移到平湖了后，就随开始执勤，主要任务是掠过界作业的中国渔船。中国昨增加4个大病入境。本土病例甲死亡个案拢无搁再加起哩，接落来来看组有放射安排。第15期的疫苗有关是 AZ、BNT 甲莫德纳3种牌子拢有通组。第一档组 AZ 的民众，第二档嘛会当换牌组。另外，台北又搁有诊所发生组毋着疫苗的事件，有一个民众伊是要去组流感疫苗，煞去组着 AZ。不过，因为伊头一档已经做过 BNT， 指挥中心就讲，伊已经算是做完2档疫苗啊。国内新冠疫情本土搁再加0，已经连续16天零确诊，也无死亡的个案。不过新增加4例境外移入确定的病例，其中有3个人属有突破性感染。那序号2的部分，他在10月11号在越南完成2剂的 AZ 哦。那另外序号3，9月6号的时候在越南完成2剂的国药。那还有序号4是在印尼，在8月21号完成2剂的科兴。另外，第15期新冠疫苗有约红爱也公布啊，指挥中心同时开放3道疫苗，开始自抑过接种无同的品牌。头一剂 BNT 注射的人必须年满12岁以上，头一剂莫德纳加 AZ 必须年满18岁以上 ，BNT 加莫德纳的第二剂必须隔4礼拜以上 ，AZ 第二剂必须隔8礼拜以上。除了会筛选继续做 AZ， 也筛选第二剂做 BNT 也是莫德纳。BNT 有约时间是23下晡拜2早起10点开始 ，AZ 甲莫德纳是下礼拜2下晡2点开始。这2种阶段的时间拢是24下礼拜3中到12点，注射时间也上快是11月25到12月初1。另外，随上20是国内开放疫苗，用做无同品牌头一天，未少民众早起就早到健保卡甲信用卡来到病院，有人要单做无同的品牌，等3个月价将会使做到咯。现在这个莫德纳疫苗不错啊。跟 BNT 2个都相当不错啊，那个已经世界评估是最好的了。另外，台北市阁出现做唔到疫苗的事件，早起18有一个民众到诊所，原本是要做流感疫苗，其实做到 AZ 疫苗。有一个民众头一剂做的是 BNT， 已经超过4礼拜。指挥中心甲这个个案看做习惯，正注射2剂疫苗。指挥中心强调，卫生局已经发动民众健康的关怀，安排这个个案下礼拜是回诊来追踪，并且暂停这个诊所流感疫苗，也有新冠疫苗注射服务，一直确认完成改善为止。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全世界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2亿5千万例，超过515万人死亡。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增加4例，目前是16520例。中国有98000多例，日本172万例。目前全世界病例数上界侪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4800万例，印度超过3400万例，巴西超过2200万例。也若是欧洲迄边，英国已经超过982万例，法国超过747万例。台湾甲帛琉伫咧今年的8月重新互相开放旅游，不过最近因为旅客减少，华航决定取消一寡机纸。帛琉的总统就批评华航讲是咧破坏因的观光市场。针对这项争议，咱的外交部就表示会继续甲业者沟通，找出兼顾营运甲两国观光的方式。日头沙堡、南来海海底也有丰富生态的帛琉，是全球真少数维持新冠零确诊的国家。台湾伫今年4月甲帛琉启动旅游团了后，一度因为疫情停止到8月才搁重启。不过，顶日帛琉总统会素人不满华航取消11月飞帛琉的航班，伫当地媒体批评华航当咧毒害帛琉的旅游市场，要求和北京航空公司来飞这条航线。对此，外交部作出回应。目前台博安全旅游把泡泡圈的这个营运，因为相关的防疫的措施，国人自身的旅游的选择考量，
市场的需求、公司的商业利益等多方的因素，有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我们期待台博航线能够在一个健全的商业机制下来永续经营。针对帛琉总统的指控，华航也发出声明表示，全力配合台帛两地政府的政策。自4月1日起执行帛琉专案8月14中起，帛琉专案2.0，逐礼拜3、拜6飞航。8、9月份载客需求稳定，不过最近定位减少，考虑市场需求，甲公司营运煞取消部分航班。12月初4甲初8将配合南岛轮船活动，安排台帛来去航班，也继续甲旅行社合作，共同推广帛琉旅游。记者综合报道。有媒体报道讲，桃园的南亚技术学院有几位老师出面也讲，学校会逼老师都爱改学生的成绩，若是老师拒绝，就去互强制自检。受害老师已经甲高教工会干立委တင်情，嘛甲检调单位检举。不过南亚技术学院是表示，这篇报道不是事实。所以你有看过学生在军校的学生来这边上课？有啊。那你知不知道学校有跟军方合作，就是他们用这个方式授课取得学位？我知道有听说，但是事实上怎么样我就不晓得。校方表示，在职专班的导师反映学生因为有进步，影响到上课的出席率。甲上课的教师沟通了后，教师同意用补救教学的方式来补课。上课的老师嘛同意改成绩，不过因为失觉差，听书做无周至。这位上课的老师黄祖肯甲改成绩是无关系，是因为科系已经要停教啊。南亚技术学院强调，已经组成专案小组调查当中，嘛会进行对峙。明年的健保费到底敢有要起？卫福部开会提出2项健保费方案，一个是维持伫咧5.17%无要改变，另外一个是要起到5.32%。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明年的健保费应该还阁袂起，不过后年就真歹讲啊，希望民众会当减少浪费医疗资源。民众看病若是无爽快，只要摕健保卡就会使到医疗院所挂号来看病是真方便，价钱也无贵。不过因为明年健保总额超过8000亿，恐惊互安全的准备金在1个月法定标准以下。卫福部全民健保会19开会提出，明年的汇率起价方案由现行的5.17%上悬起到5.32%。不过卫福部长陈时中明确来回应，明年应该可能袂起健保费。明年我们大概还有几个这样的一个精进的方案，所以在目前我当然再看一下整理他们的意见。不过我还是倾向于说先不调。陈时中表示，会对提升品质、减少无必要浪费、维持就医的公平性这3方面来小可起价，希望再来维持健保收支平衡，包含提悬海外民众返来台湾就医的费用等，拢伫检视中。另外，有学者建议，应该调悬门诊高诊数甲优惠的部分负担，照顾到互健保费来节省。我们的居民每年的就医的平均次数高达16.7次。如果我们每一个国民可以每一年少看1次病的话，事实上就可以减少健保250亿的健保的门诊费用的支出。陈时中强调，明年健保费用除了这阵定收的费用以外，还有其他真侪无同的经费来源。另外，后年的健保费率是不是也袂起？陈时中坦白讲，也无一定，必须爱看明年方案执行效果是安怎。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文管局最近请社区营造团队改造社区的艺术空间，这个团队专工邀请社区的时代做伙来参加。这阵时代最近拢真无闲，当咧用蜡笔咧画机啊，要甲社区装饰好水当当。社区的时代用蜡笔伫布机顶面画图，有人画西瓜，有人画番麦，大家拢真专心，希望用这个布机来装饰异地乡。画这啦，画香蕉，画鱼啊，逐项嘛有。嘉义县文管局为着要发展偏乡的艺术风气，邀请社区营造团队来异地乡改造艺术空间，佮举办乡民艺术行动工作坊，互社区的时代有趣味的体验。较袂讲安尼，电视看咧，互电视看，啊，到遐像安尼戆戆到遐坐，所以阮这是真感恩下这个，咱这各位的老师啦、理事长啦，这个装置仪式
迄个彩绘活动吼，因遮阿公阿妈呢，佮加一个画图迄个艺术出来吼，因大家感觉足欢喜的。有时大伫画好的坑内底测试，嘛有时大那看超过那用 MBA。社区营造团队讲，花卡社区有真侪5代的家庭，但是留伫遮毋是上老，就是上细汉的。或是大来参与社区的改造，对因来讲，毋若是趣味，阁有对因在地精神的认同。记者梁伟霆家己报道。国际特色组织台湾分会伫咧台北松山文创园区办一个社配成员国际维权人士的活动。今年要成员的10个人，伫咧中国、瓜地马拉甲埃及一寡国家，这寡人为着保卫新闻自由、性别平等、对抗种族歧视出声，但是却去受到迫害。爸爸陪囡仔斗阵写字，希望成员伫咧白俄罗斯受迫害的青少年，也有插画家用画笔呼吁乌克兰重视女性和 LGBTI 安全生活的权利。若是因会当受到遮的批，也是受到咱画图，安尼可能会当互因知影讲，真远的所在嘛有人伫。知影因的故事。这次注意的很多的案件都是青少年或者是儿童，然后就会觉得这种事情其实是从小就要让他知道。国际特色组织台湾分会20日伫咧台北办社配马拉松活动，今年要成员包括瓜地马拉、中国、埃及等等10个人，因为捍卫新闻自由、和平集会、性别甲种族平等、人权消息，或者是去防污烂、掠器官。全球的这个MSC 的这在伫旧年，咱有450万的这个社配，还有连续的这个行动。旧年吼，这10个个案内底有6位，就是已经会当去厝的，无个继续关伫家内内底。You have a regional role to play. You are very advanced in LGBTI issues, for instance. You have advanced legislation. There's a growing awareness. I believe your role goes also beyond this specific region. 国际疫情虽望还未结束，不过各国社会成员人权的力量要伫咧继续，透过网络人士甲假批，希望增加对当局的压力，互释放维权人士重新调查不计审判等等倡议平等的案件有机会见光。记者阿明金、小桂林台北报道。国际消息：中国的网球选手彭帥顶一日也出讲，家己去互中国的高官性侵的消息了后，到今就找无人。即阵中国的官方媒体煞雄雄发几落张彭帥相片，讲这是伊家己看伫咧网络顶悬的。不过伫咧相片当中，彭帥穿的是电黄啊，敢指出连规则已经无合啊，引起外界质疑讲敢是假。中国网球女将彭帥表示，互官员性侵、互威胁了后，转做不伦恋爱贴文了后，雄雄间人间消息下落不明，引起各界包括网球民众、超可维持这个人着关心。For the sake of tennis and Chinese tennis and Peng Shuai to find her very soon because this is. It's terrible. I mean, this could happen to anybody in any part of the world. WTA is willing to pull out from China. I mean, with all the tournaments, unless this is resolved. I support it 100%. 虽然中国媒体有公开一封署名彭帥和 WTA 国际女网协会的批，表示家己安好，掩过外界质疑批的真正性。连 WTA 拢表态，若是无法度确认彭帥安全，考虑要甲价值数千万美金的比赛退出中国。为了证明彭帥安全，即马中国官方媒体央视的记者沈思维伫19个7月伫推特公开几张相片，讲是彭帥伫微信面顶打发布的状况，是彭帥朋友转寄的。不过即马互网友质疑，相片内底清查就算是伫室内有暖气，嘛无符合规则。即马联合国嘛要求中国提供彭帥一个活例的证明，甲伊的健康报告。We would stress that it's important to know that she, where she is and her state, know about her well-being. As I said, we are calling for an investigation with full transparency into her allegation of sexual assault. 美国嘛对彭帥下落表达关心，北京发言人沙奇要求中国交代彭帥下落，提供道理，而且会当严正的证据证明彭帥安全。另外对性侵案件嘛讲，任何的性侵指控都应该得到调查，嘛继续保护言论自由。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
由 Amazon 创办人贝佐斯成立的纳什起源，按算2030年要甲合作地球轨道旋欧带太空站送入太空，将做商业化的太空平台兼顾太空旅游。科技进步加成本降低，进入太空已经唔是政府的专利。We have access to systems that cost less to launch and land, and we now understand how to build destination systems that last for a long time. 进入21世纪了后，除了波音、罗马这老牌大厂，新创的太空企业也真多，亲像在卫星发射方面摕到领先地位的 SpaceX， 也有以数人太空人得到未少版面的微电银河、加纳些器官等等。Where all types of companies can come together and do research and/or production, and also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tourists to come and just experience what space is like. 所谓太空旅游，大部分只是到大气站那边缘，互一般人体会10几分钟的无动力状态。不过，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说的纳些起源野心不只是安尼，为公开发表动画演看出来，计划当中的太空站轨道宽度，甲即卖 ISS 差不多济，离地球表面超过400公里，是真正的太空站，暂时叫做地球轨道旋欧带的太空站。甲太空舱空间是830立方公尺，比国际太空站的916立方公尺较细。为了提供专业太空人各种实验计划，有空间留予太空旅客。虽然有10多个政府参加 ISS 计划，已经提出新的太空站，不过除了提出计划，俄罗斯甲毋参加计划中国、印度甲印尼拢家己的太空站计划。美国民间企业也伫政府政策鼓励之下，进行各项的测试。伫国际太空站都有了后，地球轨道会愈来愈老济。公司新闻徐家珍报道。考古学家最近伫以色列中部发现拜占庭帝国时期所起的酒厂，占地规模是真大，分工分甲真有。目前科学家望讲会当对遗址当中找到迄当阵吉酒的葡萄籽，看1500年前的葡萄酒是虾米款的滋味。对天顶看一片吉酒厂的位列，占地正宽。这是以色列中部的亚内夫，在当地发现1500万年前拜占庭帝国时期的吉酒厂，总面积差不多1平方公里。敢若是甲葡萄植水才袂沾就过做，所有生产的酒到上尾拢集中放一个共一个所在，是迄当阵世界上大的酒厂。כמיליון או 2 מיליון ליטרים בשנה של יין, שזה כמות אדירה. 这座拜占庭时期的酒厂，2年前因为多次开发被挖掉，壁挖出物件愈来愈多，面积愈来愈宽。若是有吉酒的设备，也有伫咧烧堆酒的干纳的蒸馏厂，会当讲是考古界一大发现。以色列文物局讲，这出产的酒，互人叫做加沙白酒。葡萄酒伫迄当阵是民众的主要食物，也是一种营养的来源。因为古早时阵水源常常被污染，葡萄酒相对来讲是较安全。就连幼婴甲囡仔啉的水内面也会加葡萄酒。这么科学家希望会当用葡萄种类的 DNA 鉴定，佮做出一种清淡的白酒。We find those pips in the excavation. They will be sent for scientific analysis, and maybe it will be to identify either an existing or still existing grape variety which was used for the wine. 一直到即马，以色列葡萄酒产业依然是正兴，当地有超过300间酒厂，每年会当采收6万吨的葡萄，出口4000万罐的葡萄酒。因为发现的这个古吉酒厂规模正大，以色列政府讲，若不好工作完成，计划要把这片位置变作旅游景点。公司新闻金婉庆编译。天气报你知，今日早起小热，早暗会较凉冷。明仔方面通过冷空气到地了后，北部、东部都会落雨，愈晚愈湿冷。明仔暗到拜日透早，干那12度尔，咱各位乡亲都爱穿好少。明仔今日的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0度到27度，中部地区18度到29度，南部地区19度到31度，
东部地区20度到28度，外岛地区19度到25度。最后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苏眉，祝您规工顺心，再会。